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伫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求呢，做阮现在要领受你的话，阮用恭敬的心求你帮助阮。阮将今早起的信息用蒙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理解你的话，也照安尼去行。阮也恳求你，互传讲信息的人，甲阮中间每一位。无论伫现场，也是伫线顶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当得到利益。你透过圣神亲自对阮讲话，也加添阮信心气力，互阮会当实践你的话语，来得到利益。我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丰富的生命。耶稣基督安尼讲。伊讲：“我来的目的是要互因得到生命，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。”这是耶稣基督互每一个信靠伊的人，拢会当领受的祝福。但是，咱望咱家己的心肝想看觅，咱界上毋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活出这款的应允。咱的生命中间永远充满着真侪挣扎。你甲我拢伫征战的中间，咧追求生命的活路，所以咱应该爱自信来思考上帝的话，安怎才会当得到丰富的生命？要安怎活出丰富的生命？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的主题。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，因为咱知。每一个信徒如果有丰富的生命，咱的教会就是一个丰富会当祝福别人的教会。所以咱首先先来看，咱爱有什么款的生命？咱要得到丰富的生命，毋是了有一条命尔，咱应该有3个命。这是咱每一个教会兄弟姊妹拢爱了解的一件事，也是上帝设立咱的教会，万咱拢会当遵守。的3个命，第一个命是爱活出新生命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老人伫基督内面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拢变成做是新的。所以爱有丰富的生命，首先咱爱先做一件代志，就是你爱甲迄个旧的，迄个真丧香、真无好的生命个别，然后活出一个新的活命。耶稣基督啊，咱英文讲，如果咱踮伫耶稣基督内底，咱拢会当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所以针对这个主题，咱后礼拜，因为咱要圣礼典要行洗礼，牧师要针对这个主题，活出新生命，甲大家来较详细来分享。所以，但是咱来明白，就是第一个命，就是爱活出新生命；第二个命。是爱遵守大诫命，一个得到新生命的人，爱开始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。所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，爱照耶稣基督的命令，因为守耶稣基督的命令，伊的教训会当帮助咱的生命成长，而且佫丰富。伫圣经中间，咱看见到有这段记载。有一个经学教师，伊听去耶稣基督甲撒都该人的辩论，伊感觉耶稣基督的回答了真好，伊就来问耶稣基督一个问题。伊讲诫命中间倒一条是上介重要的？因为伫耶稣时代，迄个时阵毋是干那有10条诫命尔，迄个时阵已经发展真侪诫命，拢总有613条诫命。所以这个经学教师问耶稣讲：“你感觉倒一条诫命是上介重要？”耶稣安尼对伊回答，伊讲第一重要的第一是以色列人，你爱听主，咱的上帝是唯一的主，你要专心、专情、专意、专力听主你的上帝。第二条也是像亲像，你爱听厝边亲像听家己同款，无其他的诫命比这个更较重要。所以耶稣咱指出讲，一个人要过丰富的生命。爱遵守2个要紧的诫命，咱简单来讲，就是听上帝甲听人。耶稣互咱这2条诫命，毋是要互咱成做
律法的路步，是要互咱透过遵守这两条诫命，互咱得到丰富的活命。因为咱会当用敬虔的心去敬拜上帝，用上帝互咱的疼心去服侍别人，互咱的生命就会丰富起来。所以每一个要得到丰盛生命的人，爱遵守大诫命。第三个命是啥物货？是爱执行大使命。伫今日咱所读的第一段经文中间，这咱拢真熟，这是耶稣基督，搁我要上天进前对门徒所讲的话。耶稣安尼讲，伊讲上帝已经将天顶、人间所有的权柄拢授予互我，所以恁爱去，互万国万民拢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，而且教示因遵守我所有互恁一切命令。然后伊互伊一个应允讲，我要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其实耶稣基督，这是耶稣基督交代咱的使命哈。伊为什么要安尼交代？因为咱爱明白，一个人的生命要活了有意义，活了丰富，毋是讲咱领受真侪恩典，咱得到上帝真大的祝福，咱会当平安顺利过完咱的一生，这叫做丰富的生命，毋是。一个真正丰富的生命是爱负担责任的，所以耶稣基督透过这个使命，让咱的生命更加丰富。咱的生命要有意义，咱就爱负担耶稣基督交代咱的使命。咱中间若有咧服侍的人，咱就真清楚。咱受呼召来到教会，参与伫教会生活，毋是干那享受别人互咱的恩惠，还是讲教会提供咱的服务，毋是安尼尔。虽然咱会真快乐，但是咱若要得到加倍的丰富吼，真重要就是讲，咱来参与服侍，负担责任。如果你能伫教会中间参与任何一件服侍，甚至讲我只要替人祈祷就好，安尼参与这个服侍过程中间，你会感觉讲，我真正有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工，你会因为安尼得到肯定，咱的生命会更加丰富，而且有意义。所以对这个大使命中间，咱看出互生命丰富的三个责任，咱会当详细来分享。第一项，就是耶稣基督讲吼，恁爱去，互万国万民拢做我的门徒。意思是讲，鼓励咱爱去分享福音。教会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，就是爱宣扬福音，透过教会中间的见证，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上帝，然后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这是咱个人甲教会的使命。咱爱明白，帮助人认捌上帝，然后成做门徒，毋简单被帮助的人得到利益，得到祝福。咱帮助别人的人，咱嘛会当因为安尼来感觉快乐，而且毋是单单咱快乐尔。圣经中讲天顶的天使也因为安尼来快乐。咱记得2礼拜前，杨牧师甲咱分享这路加福音书第15章，有3个譬喻吼。这3个譬喻中间吼，拢咧讲一件代志。伊讲就是结论，就是路加福音书第15章的第13讲。上帝天使也要为着一个罪人的悔改来感觉欢喜。意思就是讲，当咱分享见证、分享福音，帮助人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了，毋是干他这人得到利益，毋是干他咱欢喜尔。天顶的天使也因为有一个罪人的悔改来感觉欢喜。所以这是咱第一个爱负担的责任，就是去分享、去见证福音。来产生门徒。第二项，咱继续来看就是爱用教会生活来丰富生命。经文中讲，爱奉父子圣神的名来行洗礼，而且行洗礼除了代表信徒的信仰个别以外，也象征邀请人进入教会生活。伫教会中间当然毋是讲让接受洗礼的人才会当有教会生活，但是洗礼决定是一个真重要的点，因为咱伫众人面前告别咱的信仰了，而且咱借着更加投入教会生活来维持咱的个别甲决志。
也就是讲，一个真正的教会生活、团契生活，是要帮助未信者来领受救赎稳定，而且扶持已经决志的人、已经受洗礼的人来坚定咱的心志。所以，每一个参与教会生活的人，拢爱明白，咱参与教会生活是有多有责任的。也就是咱透过教会生活中间的团契生活、小组生活以及服侍生活，来学习为着别人的生命负起咱的责任。这是第二项。第三项，咱继续来看，接续的经文，耶稣讲，而且假使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命令，这表明啊，咱的使命是互每一个加入教会的人，拢会当接受培育来明白真理。因为明白真理，就当坚固咱的信仰；明白真理，就当丰富咱的生命。所以，咱对这咱就明白，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是要互咱每一个人拢得到一个丰富的生命。这个生命的内涵就是安怎？爱活出新的生命，爱遵守大诫命。爱执行大使命，透过安尼，咱的生命更较有意义，更较丰富。但是当咱领受这个丰富的生命了，咱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咱要使用咱这个已经丰富的生命。若你拥有一个丰富的生命，但是你无来使用出来，无好好来利用，安尼丰富生命就失去伊的目的，所以咱要透过所读的第二段经文，更较深来讨论讲，咱到底安怎使用咱得到丰盛的生命？所以咱来看安怎活出丰盛的生命。伫耶稣所讲的，咱今日所读的第二个譬喻，第二个经文，伊是咧讲一个譬喻，耶稣讲一粒麦仔的譬喻。这粒麦仔伫耶稣的譬喻中间，咱会当看出，这麦仔伊的头前有两种无同款的选择。耶稣讲，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土里死，犹原是一粒；若死，就结出真济麦仔。伊为虾米安尼讲？伊讲安尼到底是虾米款的意思？伫个譬喻中间，咱看见到一粒麦仔有两种无同款的选择。这两种无同款的选择，亲像两个景象伫咱的面头前呈现出来。第一幅景象是安尼讲，有一粒麦仔伊被一个人捡着，这个人真珍惜这粒麦仔，将这个麦仔外面的这个杂质来除掉，将垃圾的所在来用我清去。然后因为伊真珍惜，所以用一个手巾把这个麦仔来包咧，然后真细腻来放伫一个宝盒的中间，伫遐珍藏起来，伫遐保存起来。但是这粒麦仔伫10冬、20冬了后，这粒麦仔犹原是一粒，伊无法度产生什么款的改变，伊是一粒真水的麦仔。另外一个景象是啥？有一个做事人，伊将这粒麦仔来摕出来，种伫一个搁淡搁冷的土畚内底，然后这做事人将迄个真草，但是真肥的肥料泼伫这个麦仔身上，这种子就开始承受真济误会、真济压迫。但是慢慢，咱看见讲，这种子改变了，有一个青色的叶补出来，然后慢慢这粒种子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。到尾，伊结一粒巴竹的穗，然后这个巴竹的麦仔已经成熟，但是咱看到唔干那是安尼，这做事人继续将这个穗顶面的麦仔来一粒一粒摕起来，然后一粒一粒，搁照头前安尼来种伫土里，进入同款的循环中间。所以有一天，这粒麦仔会变做哪？伊会变做一个满满的麦仔园。伫这里头尾落山的时阵，发出金黄的亮光。这时阵，咱就看出这粒麦仔
的可能性。当这个面园被修成了，这麦仔会变做真济饼，互真济人得到帮助。所以，伫耶稣咧讲这譬如中间，咱看到这两个无共款的多样，这代表两条无共款的道路。耶稣咧讲这个譬如的时阵，其实伊是咧讲伊家己，伊就是迄条麦仔。伫头前有两种选择，有两条无共款的道路。第一条是安那？伊选择回头转去家己的故乡拿撒勒，转去承接伊老爸的工作。伊会成做一个手艺真好的木匠，伊会当娶某生囝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但是落尾，伊原是一个木匠尔。伊嘛会当将伊的门徒带转去，组织一个党派，伊会当成做一个真伟大的宗教领袖。但是伊绝对毋是基督，绝对毋是救主。这是第一条路。第二条路是伊往前去，行到十字架顶去。如果伊若愿意死，伊会赢之搁我的性命。毋简单是安尼，总有真济人因为伊的受死，甲搁我来改变生命。如果有真济人的生命被更新，就整个世界会带来上帝的公义甲仁爱。然后这粒死去的麦仔，就结出真济麦仔出来，互人得到帮助。所以伫遐所有面头前有这两条路，就咱所在，伊是选择第二条路，伊愿意行就十字架顶来死。所以耶稣为什么选择第二条路？因为伊非常明白一个丰富生命的意义。伊安尼讲，迄个疼惜家己生命的，要丧失生命，愿意牺牲家己伫即世间的生命的，反倒当要保存这个生命到永远活。而且咱看出一个伟大的力量，一个真正的福音信息。这是才是咱安怎使用咱拥有的丰富的生命。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土里死，其实这个死是更较准确的讲法吼，毋是指这粒麦仔死去，反倒当是指这个包伫这个麦仔生命的外壳的死。外壳若无死，无破裂，无消失，麦仔会当保持完整，放伫一个宝盒中间。但是伊袂生出真济麦仔出来，伊有原是一粒。但是如果这个外壳若死去，互伊破裂，互伊消失，新的生命就因为安尼来展开。产生的力量就亲像头前所讲的，伊会产生真大影响力，生出真济麦仔出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，咱伫世间的生命就亲像这个麦仔的外壳相共。咱明白生命的价值，乃是利用咱有限但是丰富的生命，来得到永远活的生命。生命上界大的荣耀，就亲像一粒愿意死的麦仔，结出真济麦仔出来，造成真大影响。耶稣基督为咱示范，伊愿意牺牲伊的生命，所以赢之搁我，而且结出真济新的生命。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咱每一个受伊影响的人，应该安怎回应耶稣基督的教示？咱接续来看，耶稣讲：什么人要侍奉我的，就爱跟对我。我伫叨落，我的萝卜也要伫叨落。迄个侍奉我的人，我的老爸一定重用伊。而且咱看见着主耶稣基督用一粒麦仔譬如，毋简单象征伊家己。也象征每一个军队伊的人，耶稣基督呼召咱每一个人，成做后一粒麦仔。耶稣基督毋单单是教示咱，伊也亲身示范安怎成就这个美好的代志。就是咱安怎亲像耶稣基督，行就迄个十字架顶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讲伊原本有上帝的本质。却无滥用甲上帝同等的特权，反倒当伊自愿放弃一切，
取了罗卜的形象，用人的形体出现，以自甘卑微顺服到死，而且死伫十字架顶。耶稣基督对咱咧表示一件事：，若咱要得到搁活永远活，旧的生命必须要死伫十字架顶，将咱迄个旧的生命的外壳来剥互开，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安尼才通活出新的活命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嘛是安尼，要除掉迄个外壳吼，毋是靠咱家己的修养，靠咱家己的能力就会当完成，是爱顺服伫主的内面，互圣神伫咱生命中间动工。咱欢喜接受上帝互咱的环境甲挑战，亲像一粒麦仔被待伫迄个土糜内底，受湿度、温度、压力的影响，产生的效果，这麦仔外壳才会当破裂，内在的生命才会当生出永远的活命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这两冬吼，咱面临着真大的挑战。未来要安怎，咱嘛无清楚吼。咱专家嘛无法度预测讲，咱这疫情当时会结束，甚至有人讲永远未结束。咱面对这么大的压力，有人伫这疫情中间身体受到损害，嘛有人伫这疫情中间咱的经济受到，咱的财产受到损失。但总是，咱会通将伊看做上帝对咱一个帮助甲试炼，互咱亲像一粒麦仔待伫迄个真无好的环境中间，但是伊会为着咱，将咱迄个无好的外壳来拍互开，展出迄个真正信靠上帝的新生命。所以，咱伫这个时刻，咱嘛爱去思考，到底是啥物款的代志，互咱的生命外壳哪来哪高，互咱去互受到束缚，这咱爱去思考的，可能是咱所伫意的一切事。咱如果咱也愿意将伊交托互主耶稣基督，跟对主耶稣基督的脚步，我相信圣神的帮助，咱将伊除掉，将旧的咱甲耶稣基督同定伫十字架顶，然后咱就明白有迄个极大的荣耀，就是永远活命的冠冕在听候咱，用咱甲世间丰富的生命去换出迄个永远无尽、永远的活命。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希望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赏赐阮活命，互阮会当利用这个有限但是丰富的生命，来回应你的恩典，来换出迄个永远的活命。恳求主，你教阮三合之地，保守看顾阮所有兄弟姊妹，互阮会当照你的话去行，领受你互阮的应允甲祝福。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